我都不识字，高婷婷，你这样做不怕遭报应吗？遭报应的人是你才对，不然你怎么会是这副惨样？爸，对不起，如果有来世，我一定穷尽一生来报答你。这是哪儿？我不是死了吗？东海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必须把这离婚协议给我签了。老爸，离婚？那不是我8岁那年的事情吗？难道说……婷婷，晨晨他还小，不能没有妈妈呀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谁也不能阻拦老娘去过好日子。今天这婚必离。晨晨，你……好了，婚已经离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晨晨，你干嘛？爸，强扭的瓜不甜，既然他要走，你就让他走好了。你……晨晨啊，别怪妈心狠，你爸没车没房，一辈子都是个窝囊废。但你沈傲叔叔可不一样，他可是富力集团的少爷，妈嫁给他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我总不能为了你们爷儿俩放弃自己的好日子吧？没事儿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我一定会给老爸找一个比你好1万倍的老婆。哼，就他这废物，痴人说梦。你一定要走，就把晨晨也带走吧。你没病吧？我带一个拖油瓶有什么好处？我会每个月给你抚养费，你嫁给沈傲，至少能给晨晨一个完整的家，省得他跟着我一个大老粗受苦。爸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就跟着你。你听见了？爸，别丧气，有我陪着你呢，我们的好日子在后头呢。晨晨，你这么懂事儿，是爸的福分。爸一定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对了，你不是想上学吗？5000块的学费，800块的学杂费，爸把钱都凑齐了。只要你好好念书，以后就不会像爸一样没出息，被人瞧不起。爸，谢谢你。一家人，说什么呢？饿了吧？爸去做饭。爸，这一世我一定不会再让任何人看不起你。这谁家小孩？看那盒子，估计是来送饭的吧，不然还能买股票啊。你好，小朋友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阿姨，我要买股票。这孩子又跑哪玩去了？我钱呢？苏海同志，我们对你家做了勘查，没发现他人非法入室的痕迹。这钱估计是被你儿子拿走了。不可能！警察同志，晨晨可是个乖孩子，肯定不会做这种事儿的。头，监控录像调出来了，视频上显示有一个小孩抱着一个盒子进了股票交易所。什么？钱要是被盗，我们还能替你追回来。可一旦进了股市，晨晨，本钱虽然少点，但好在能赶上2015年最后一段牛市，凭借前世消息，应该足够我赚取启动资金，帮老爸改善生活了。小姐，就是他。小朋友，你选的这只股票可没什么前景啊，听姐姐的，不如把钱退出来，回家吧。你不懂，国外马上就要打仗了，这只股票一定会涨的。小鬼，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这可是我们顾氏集团的总裁顾家大小姐。顾家大小姐，顾雪曼，顾家隐藏的金融天才，原来是她。不过我听说她前世因为联姻，婚后被折磨到抑郁自杀，顾氏集团也被蚕食吞并了。唉，
可惜了。小朋友，国际金价已经持续跌停10天了，而且有国际联盟控制，不会发生战争的。你要是想买，姐姐给你推荐一只好的怎么样？再好还能比重生归来的我选的好吗？不过人品倒是不错，长得也挺漂亮的，要不把她介绍给老爸？小鬼，你有福了，我家小姐可是京海著名的金融天才，她帮你选的股票绝对错不了。哦，真的吗？我说这只股票不光会涨，还会连涨10天。你不信的话，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赌什么？如果这只股票跌了，我保证以后就也不炒股了，还向你们道歉。如果这只股票涨了，你就嫁给我爸，做我小妈怎么样？小鬼，你做梦呢！我家小姐怎么可能？一言为定。你要是输了，记得以后千万别再乱买股票哦，小朋友。好，住手！爸，你咋来了？我再不来，咱家都快让你赔光了！快把钱拿出来，那可是爸辛辛苦苦攒出来的。都在这只股票里了。爷，这可是给你上学的学费啊！你怎么能这样糟践了？爸，放心吧，糟践不了。再等10分钟，你就准备一夜暴富，买车买房吧，没准还能给我找个美丽动人的小妈。一夜暴富，还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！小小年纪不思进取，学人家炒股，也不看看你长那个发财的脑袋了吗？婷婷，闭嘴！婷婷不是你这种废物能叫的。刚才就听人说有个小孩子在这炒股，还以为是谁家的神童呢，没想到是你们2个妄想一步登天的癞蛤蟆，真是可笑。哎呀，幸亏我已经跟你离婚了，不然让人知道我跟你们是一家子，还不笑掉大牙。人家确实会笑掉大牙，不过不是笑我老爸，而是笑你目光短浅。晨晨，别说了，笑话！你一个牙都没长齐的小屁孩也敢学人炒股？你知道股市2个字怎么写吗？爸，把你手机给我。炒股罢了，有什么难的？不就是这样子吗？你这小鬼该不会以为把钱充进去就叫炒股了吧？你好好看看，你选的这只股票一直在跌，再这么下去就要血本无归了。小小年纪歪心思倒学得快，苏海，我劝你还是趁早把它扔了，有他在，你怕是要被他拖累死啊！让我放弃晨晨，绝不可能！孩子不懂事是我这个父亲的责任，就算钱赔光了，大不了再去借，哪怕是卖身卖血，我也要把他教育成才。还真是嘴硬，等过几天穷的裤衩都没了，还不是要低三下四去求人？到时候千万别死乞白赖找上我。不用过几天，再有3分钟，这只股票就会上涨，到时候死乞白赖的人只会是你。哦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赌一把怎么样？赌什么？晨晨，我们不赌，钱没了不要紧，爸不怪你，爸不能看着你一直错下去。小朋友，你爸爸说的没错，股票不适合你，还是抓紧退出来，跟你爸爸回家吧。没事，漂亮阿姨，我输不了，别忘了你和我也有赌约哦。小姐别管他，熊孩子多的是，不吃教训是不会知错的。我们这次走访全国交易所，不必节外生枝。怎么，不敢了？不敢了就赶紧滚，省得在这里碍眼。晨晨，走，跟爸回家。晨晨，爸，你不想赢一次吗？爸，你相信我吗？赢？就他这种窝囊废，要钱没钱，要本事没本事，拿什么赢？更别说现在还摊上你这么个讨债鬼，这辈子注定要待在泥浆里，永世不能翻身。哼！婷婷，看到没有？得亏我没同意你争这个小杂种的抚养权，这要是跟着我们生活，还不知道给我们惹多大麻烦呢。还是傲哥你有先见之明，
哎，有时候我都怀疑这小东西是不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怎么看着就那么恶心？没准是他们老苏家的基因太差了，祖宗8代注定都是穷命。苏海，趁着老子高兴，赶紧带着你家这个小东西离开这里，不然别怪小爷我对你不客气，听到没有？我要和你赌，干不干？苏海，你疯了！我疯没疯，用不到你管。你们说要赌什么？老爸，好样的！儿子，你放心，无论什么结果，老爸都扛得住。你说的对，凭什么输的总是我们？放心吧，老爸，包赢的。说吧，你们想怎么赌？既然你自取其辱，我就满足你。这样吧，3分钟内，如果这只股还在跌，那你们父子这辈子就要给我当牛做马，怎么样？不行。怎么？怕了？我可以，但晨晨不行。爸，没关系的，相信我。那你们要是输了呢？笑话，我们会输。你该不会真以为这个小杂种随便选的股票能挣钱吧？万一呢？如果我们输了，我就当众给你跪下道歉，并且以后见到你们父子，永远绕着走，怎么样？一言为定。苏海，你就等着一辈子给我当牛做马吧。放心，我会好好招待你们父子2个的。你不是一直想让他上学吗？我会找关系让他进学校的，不过不是上学，是去看大门。傲哥，你好坏呀！时间还没到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我看你们一会儿怎么收场。小姐，别看了，这2父子输定了，我们还是先离开吧。老爷那面还着急等回信呢。勇气可嘉，不过股市可不是单靠运气就能左右的。要不是为了隐藏身份，我还真想帮帮他们。时间到了，苏海，怎么样？体会到什么叫绝望了？你来承担，好啊，苏海，你现在跪下，学着狗叫从老子胯下爬过去，我就答应放过你儿子。怎么？你不是为了你儿子连命都可以不要吗？你不是为了他敢跟我打赌吗？怂了？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我跪。爸，住嘴！晨晨，你记住，做人可以穷，但不能没有担当。输了就要认。喜报！喜报！今日出现单股股价暴涨，请相关持股人留意讯息。小姐，涨了，真涨了，涨疯了！竟然真的涨了！爸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用再跪任何人。不可能，这只股票怎么会涨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涨了？当然是股票涨了，我说了，包赢的。我们赚钱了！等到涨幅期结束，至少赚10万。10万！太好了，晨晨，这下爸爸有钱供你读书了。你真是福星降世啊！小姐，这股票居然真的涨了，怎么可能？总裁，波黑地区武装叛乱，国际金价突然暴涨了，我们投资的股票损失惨重，现在怎么办？全线买入黄金系股票，9天后集体抛售。武装叛乱，黄金涨价，居然真的被这孩子说中了。瞎猫碰死耗子，
竟然给你们蒙中了。少废话，按照赌约，你们要下跪道歉。什么赌约？苏海刚刚说了，赌约不算数。小兔崽子，少给老子嚣张！要我下跪，你配吗？在京海，我动手指就能捏死你们父子俩。怎么？难道堂堂富力集团的少东家说话不算话，要出尔反尔？是又怎么样？老子不光要出尔反尔，还要好好教训你们！给我上，把他们的腿打断！住手！你谁啊？少多管闲事啊！这可是傲哥要教训的人。就是你要在我这里出尔反尔？不是你谁啊？闭嘴！他可是上面的人。王哥，您老怎么在这儿呢？怎么？你的意思是有你沈少的地方，我不能来？哎呦，我哪敢啊！您这么说可是折煞我了。我这不是跟他们闹着玩呢吗？我这就走哈。某些人还没履行赌约就想跑，臭小子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哼！什么赌约？他刚刚跟我爸打赌，输了就跪下道歉，以后见我爸绕着走，现在想跑。是吗？你要坏了我的规矩！苏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苏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行了，我爸不会原谅你们的，你们可以滚了。记得下次绕着走。恭喜你们，眼光独到，赚了一笔不菲的收入。谈不上眼光，就是运气好。谢谢你找来经理解围，不知如何报答。报答不用了，反倒是我有一事想请你们帮忙。哦，大姐姐，难道你是回来履行赌约的吗？我想请你们加入顾氏集团，成为投资顾问，出席今晚的金融峰会。什么？金融峰会？难道是前世新闻报道的那场特殊的拍卖会？我要是没记错，里面可是藏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，要是能得到，对老爸今后的发展有不小的助力呀。小姐，金融峰会事关重大，顾氏集团上下可是为此筹备了许久，只盼能一举挽回集团声誉，绝不能被闲杂人等坏了大事。顾氏集团？这是我们顾氏集团的大小姐顾雪曼，顾总。顾总？老爸叫顾总多生分啊，你应该叫老婆。我说的对吧，小妈？晨晨，别胡说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儿子是开玩笑的。小姐，投资顾问一职，我们在全国找了那么久都没合适的人选，你怎么这么草率就做了决定啊？你找他还不如找赵家大少更妥当呢。是呀。不行，赵家上下都是狼子野心，巴不得找机会咬上顾氏集团，跟他们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。可是顾总，这事儿我是真爱莫能助啊，这什么金融和股票我真的不懂。不必谦虚了，苏先生，你的实力我很清楚。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你的手笔吧？不得不说，真是好一招扮猪吃虎，逆袭打脸啊，真是精彩啊！晨晨只是一个小孩，不可能有这么准的眼力和判断力。之所以这么做，都是你在背后推动的吧？至于你前妻，恐怕就是短剧里经常出现的有眼不识真龙的白眼狼反派吧？我都懂。不是，顾总，你误会了。小姐，你该不会是以为他们父子是你在马路上捡到的绝世高手吧？怎么可能？没有就好。他们那都是靠运气，我凭借的是天才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力。完了，小姐的中二病怎么这时候犯了？苏先生，我知道这事儿你不能承认，毕竟还有监管会的存在，同时你也不想引他人注目，但金融峰会的事情，请你一定要出山帮忙。小妈，你放心吧，有我爸出马，什么事儿都能摆平。只不过要想我爸帮忙，还得看看你的诚意。怎么回事？那苏家父子怎么会买到一只暴涨的股票？
难道那小子真是个天才不成？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弄报新闻：顾氏集团牵线筹办的金融峰会今晚将在京海举办。近年来，顾氏集团在投资领域入不敷出，业内人士都认为顾氏集团江河欲下，无人可用，所以此次金融峰会，顾氏集团会面临严重。我明白了，原来是顾氏集团的手笔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说苏海他们两父子加入了顾氏集团？我呸！就凭他们也配？你没听见吗？金融峰会就在今晚召开。今天股市的异常背后肯定是顾氏集团为了给峰会造势做的。我还以为他们父子真的咸鱼翻身了，原来是搭了顾氏集团的东风。可恶！别再让我看到他们，竟敢让我丢脸，简直自寻死路！苏先生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老公了，我还要提前去筹备一下今天的金融峰会，请你一定按时赴会，拜托了。小妈人还不错，有钱有颜有身材，最主要的是那浓重的中二之魂，娶回家一定有意思。老爸，这下你有福了。不行不行，不能去。哎，爸，你干嘛呀？干嘛？当然是跑路。你爸我哪懂什么金融啊？你这小兔崽子，赶鸭子上架，真像你老爸遭殃啊！可是，别说了，要是顾总反应过来，发现你爸我就一普通人，我们爷俩可就完了。晨晨，爸说啥了？豪门的饭不能随便吃。不关我儿子的事儿，你们别过来！恭请姑爷上车。恭请姑爷上车。姑爷，姑爷，按小姐的吩咐，烦请二位跟我们去置办礼服，随后前往金融峰会。不愧是我小妈，想得真周到。走吧。哎，晨晨，那个，我们有车，坐自己的，你们在后面跟着就行。爸，你就别看了，这个豪门赘婿的身份，你是跑不掉了。完了，这下真是插翅难飞了。爸，放松点，这种场面以后还有很多呢。他们怎么来了？站住！是谁允许你们两个废物进来要饭的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苏海，这里可是豪门云集的金融峰会，不是你们这种穷酸废物该来的地方。识相的还不快滚！该滚的人是你们，不知道是谁，今天上午刚刚发誓，以后见了我和我爸要退避三舍的。小杂种，早上你们父子不过是运气好，搭上了顾氏集团的顺风船罢了。别真他妈以为自己是股神了！早上在股票交易厅大赚一笔的股票高手，高个屁！没听沈上说吗？不过走了狗屎运，在股市里捡了点钱罢了，还敢来参加金融峰会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就是苏海，还不赶紧带着这个小杂种给傲哥跪下磕头赔礼道歉，不然小心有命进来，没命出去。高婷婷，再怎么说晨晨也是你的儿子，就算我们离婚了，骨肉亲情还在，你让自己的孩子跪下去取悦别的男人，你就是这么当妈的吗？你给我闭嘴！老娘当年年少无知，被你骗得生下了这个孽种就算了，想靠他拴住我一辈子，做梦！我呸！我没有欺骗感情也就罢了，还想用孩子道德绑架，真是个人渣！不是这样的，明明是他为了荣华富贵，抛弃了我们父子。少他妈废话！今天要么自己乖乖跪下磕头道歉，然后滚出去，要不然老子就让人打断你四肢，然后扔出去！凭什么？早上明明是你非要打赌，也是你输了，你这么做还讲不讲道理？道理？
只有你这种连老婆都留不住的底层垃圾，才天天喊着道理。告诉你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谁的拳头大，谁就是道理。听见了吗？没老婆的窝囊废。现在我的道理比你大了。也不知道这步棋是对是错。进来。小姐，苏先生父子已经到达会场了。我就知道真龙岂会被封杀眯眼。走，我要向全世界宣布，他是我顾雪曼看中男人。傲哥，史少，晨晨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老爸，对付这种人，讲道理是没用的，你得打疼他们才行。苏海，你是怎么教育的孩子？小小年纪就敢对人动手，长大以后还不得杀人了？我觉得我爸挺好的呀，让我有吃有喝，还给我找了个有钱的小妈。你一直追求的幸福生活，也不过如此了吧？放屁！哪个女人瞎了才会看上他？我告诉你，傲哥可是富力集团的唯一继承人，他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把你爸卖了都赔不起。谁知道呢？去你妈的！小兔崽子，居然敢打老子，是不是分不清状况？就你们这种底层垃圾，我一句话就能让你们尸骨无存！保安，这两父子扰乱金融峰会，罪大恶极，给我把他们的手脚全部打断，然后挂在酒店门口，让全京海的底层人看看越界的下场。苏海，现在知道老娘为什么要抛弃这个小杂种了吧？天生一个惹祸精，注定是个有娘生没娘养的社会垃圾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打惨，老子担着！我看谁敢！你担得起，我倒要看看，在京海这1亩3分地，谁敢动我顾雪曼。再敢说我儿子没妈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就是你们要打折我老公和儿子的腿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是今天早上在股票交易所的那个女人，你和苏海结婚了。没错，我还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有眼无珠，我还真遇不到像苏海这么优秀的男人。苏海？优秀？当然，你应该庆幸你没有伤害我，不然在座的各位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得给他陪葬。你说是吧？老爸，小妈杀气这么大，别闹，你以后有的受了。陪葬？我沈傲在京海活了这么多年，见了这么多人，头一次见到比我还嚣张的。那今天你就见到了。好，很好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动手啊！傲哥让你们动手，你们都聋了吗？动手啊！敢不听傲爷的话，不想在京美待了吗？顾氏集团没给你们钱吗？给我动手！别嚎了，我在这儿，你就算把嗓子喊哑了，他们也不敢动一下。笑话！你不过就是一个拜金女罢了，真以为自己嫁给苏海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？哼，我拜金，当然，你不就是看他在早上在股市赚了钱，上赶着贴上去，钱我不要的，钱我不要的垃圾吗？我告诉你，苏海他虽然赚了钱，那都是因为顾氏集团在背后造势，让他走了狗屎运。亏你还以为自己慧眼如炬，找了一个股神呢。他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废物，配吗？他是不是股神我不知道，但是他现在绝对是你需要仰望的存在。就他，凭什么？就凭他是我老公，而我就是顾氏集团现任总裁，顾家大小姐顾雪曼。什么？你是顾家大小姐？这场金融峰会的主导者，这个身份够了吗？不可能！苏海一个被我甩掉的废物，怎么可能跟顾家大小姐结婚，还成了顾氏集团的姑爷？我说了，我一定会给我爸找一个比你好、比你强，还漂亮无数倍的女人。更何况，我爸现在的身份可是顾氏集团的投资顾问，
参加金融峰会，实至名归。投资顾问？没错，真是荒谬。你问问他，他见过所有的钱加起来，够不够请在座各位吃一顿饭呢？还投资？顾总，虽然我知道顾氏集团今时不如往日，但你这未免也太搞笑了吧！而且，你这么做要是让赵公子知道了，恐怕会不高兴。我用你教我做事。就是股东算什么？只要我爸出手，顾氏集团的危机轻松可解，自然没人敢质疑。好，苏海，既然你觉得你有本事，那今晚金融峰会结束，正好有一场特殊举办的赌石拍卖，你作为顾氏集团的投资顾问，敢不敢和我比试比试？傲哥，苏海现在是顾氏集团的女婿，你这么做不怕顾氏集团的报复吗？怕什么？顾氏集团虽然强大，但也没到只手遮天的地步。金融峰会虽然是顾氏集团牵头，拥有绝对的话语权，但拍卖会可是上面授权举办的，顾氏集团也不能控制。再说了，赌石拍卖各凭本事，我想顾氏集团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儿就为难我的，是不是？赌石？哼，老子混迹赌石圈10多年，经验丰富。苏海这没见过世面的穷鬼，拿什么跟我斗？等我赢了赌石，不仅能找回面子，更能让顾氏集团颜面扫地。要是因此进入赵公子的眼中，一举3得啊！儿子这下完了，要是股票啥的，咱们还能蒙一蒙，拖一拖时间。这赌石咱也不懂啊。放心吧，老爸，有我呢。送上门的脸，不打白不打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比？这样，一会儿赌石拍卖，你和我，谁拍下的原石价值更高，就算赢。赌注嘛，也不多，就1个亿，怎么样？什么1个亿？不敢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如果我们输了，1个亿，双手奉上。哼，小兔崽子，你这是把爹往火坑里推啊！1个亿，要是输了，咱爷俩打10辈子工都还不起。怕什么？你还不起，不是还有小妈呢吗？大不了你肉偿就行了，卖卖力气。苏海，这可是顾氏集团在媒体和众人面前一展实力的好机会。没想到现在还有富力集团做对手，噱头十足。若是成了，顾氏集团的口碑肯定会大幅度上涨的。可是你放心，我知道你刚刚出山没什么钱，今晚所有的本金都由顾氏集团来出，至于收获都归你所有。只希望你赢了之后能为顾氏集团发神。小妈大气，之前还想着跟便宜小妈借点本钱呢，没想到居然这么大方。老爸这口软饭没白吃。事不宜迟，我马上让工作人员准备。完了，现在真是捅大娄子了。你爸我哪里懂什么赌石啊？安啦，有我在，包赢的。你少添点乱，老爸我就阿弥陀佛了。这样，一会儿呀，我们啥石头也不拍，争取把损失减到最小。别人问起来啊，就说老爸，你干嘛把衣服换回来？现在穿不惯那身衣服，总觉得别扭，还是现在这身穿的舒服。小姐，要开始了。各位贵宾，久等了。今日的赌石拍卖现在开始。我身后这些都是在老矿区开采的翡翠原石，原石品质不一，就看在场各位谁能慧眼识宝，凭本事拿回家。没想到还真有2块不错的翡翠原石，不过苏海，我1块都不会让你拿到。对了，凡是拍下的原石均可现场切割，由在场各位贵宾共建开光而出的珍稀翡翠。
小姐，我们真的要相信苏海吗？就算他在股市上有些手段，可这是赌石啊！我听人说，就连先进的仪器都没办法窥探皮壳，这就是凭运气在赌啊！你仔细看看，第一块原石，石壳上多有裂痕，说明里头的翡翠水性不好，很难开出有价值的翡翠，最多不超过1000万。但第二、第三块原石，石身上有着明显色带，几处开窗绿光浓郁，是高级原石，大概率都能开出极品翡翠，加起来的估计在8000万上下。至于这最后一块，可以说是品质极差，只看一眼，几乎就能判定是块废品。还是小姐厉害，我看呐，就应该让小姐你亲自上去，代表顾氏集团参加拍卖。不行，我就能看出这点皮毛，比如中间的那2块原石，哪块价值更高，我就摸不准，只能看苏海的了。看到了吗？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，根本没把一个亿的赌注放在眼里。苏海绝对个大菜。4块石头疙瘩有什么好看的？晨晨，爸刚才找了一圈，门就在咱们身后，要不咱找个机会跑吧。爸，我觉得我不要你觉得，听我的，一会儿我们啥也不拍，赌石结束，找个没人注意的空档，咱爷俩就开溜。果然是这4块石料，差点以为自己来错地方了呢。极品翡翠，1亿赌注，老爸，你马上就要成为亿万富翁了。第一块原石开始拍卖，起拍价200万。哎，200万！看来苏海也一下就看出了这些原石的价值，不想在价值低的原石上下注。切，我才不信，这苏海哪有小姐这般眼光？好，第一块原石800万，第3次成交。小姐说的不错，第一块原石品质一般，800万买的，这一刀下去，价值还不超过700万。不出手，难道苏海真动赌石？是我小瞧他了。大家别灰心，这只是第一块原石，现在第2块原石开始拍卖，起拍价1000万。爸，快出价，这块不错。不错什么？你老实点坐好。难道这块原石他不打算出手吗？爸，再不出手，一会儿可就晚了。我出3000万。3000万，第1次。苏海，这原石品相这么好，你都不出手，这么能忍？还是说你根本看不出这块原石的价值？哼，像他这样的草包能懂什么？顾氏集团找他做顾问，根本就是个笑话。3000万，第2次。小姐，苏海好像没有打算竞拍的意思。沈傲来者不善，也许他是准备避其锋芒，重点投注第3块品性好的原石。3000万，成交。请沈先生上台为原石开光。不急，等竞拍结束再一起切了。什么？难道沈傲还要竞拍？糟了！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直接拍卖下一块原石，起拍价还是1000万。爸，这次该出手了，这块原石也不差，喊3000万吧。什么？3000万？沈傲出3000万，你也有样学样，别胡闹！爸说不出手就不出手。我没胡闹，你快点。我出5000万。5000万？小姐，沈傲这是宁愿自己亏本，也不打算给别人机会啊！
你不是说这2块高级原石加起来最多也就8000万左右的价值吗？我知道了，沈傲在乎的不是这2块翡翠，而是那1个亿的赌注。他是想要全部吃下所有原石，然后让苏海无石可开。什么？那这么说，这块石头苏海非抢不可了。如果失败，就要面临1个亿的赔偿。5000万第一次。苏海，你打算怎么做呢？老子背后是整个富力集团，想跟我斗，我倒要看看你一个小小赘婿能拿出多少筹。5000万第2次，苏海，你不会被这种大场面吓傻了吧？从头到尾1次喊价都没有。苏海，老子既然拿到了第2块高级原石，就不会让你拿到这第3块高级原石。跟我玩，你输定了。这2块极品翡翠和1个亿，还有打败顾氏集团的名声，我全都要。5000万第3次，成交。完了，小姐，苏海这次必输无疑了。苏晨，现在最有价值的2块原石都被我拍下，这场比试我赢定。瞎叫唤什么？台上不还有最后1块原石呢吗？最后1块原石，小鬼，我不妨告诉你，那就是块废物，根本就毫无价值。苏海，这最后1块原石和你们父子一样，都是不入流的垃圾罢了。现在拍卖第4块原石。主持人，刚才傲哥已经说了，这块石头就是个不中用的废物，你还浪费时间干什么？还是赶紧给我们解石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某些人绝望的嘴脸了。不好意思，按照规定，每1块石头无论什么价值都必须拍卖1次，请您坐好。切，这种垃圾，谁买谁傻。下面拍卖第4块原石，起拍价50万，不知有没有？有。这最后1块原石，我老爸要了。这最后1块原石，我老爸要了，我们出50万零100。小姐，这最后1块原石不是废品吗？他们苏家父子在搞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难不成这块石头有什么隐秘不成？有没有人加价？50万零100，第1次。臭小子，你在做什么？爸，买这块原石没错，这么便宜，又没人跟你抢，拍下来也好跟顾氏集团交差。苏海，你们父子疯了吧？一块大家都瞧不上的废物，你们竟然还要拍？废话真多，要就加价，不要就闭嘴。你，主持人，我别中计，他不过是临死挣扎，想要坑你一笔钱罢了。1块废物，他们想要就拿去吧。50万零100，第2次；50万零100，第3次。好，成交！耶，太好了！行了，既然结束了，那就开始解石吧。正好让诸位好好看看这个顾氏集团的投资顾问是个什么货色。我自己来，都给我看好了！天哪！小姐，你看，这竟然2块都是高冰翡翠，不可思议！2块高冰翡翠同时开光，加在一起价值恐怕达到了1亿呀！让我们恭喜沈公子！哦，苏海，看到没有？像你这种窝囊废，一辈子都没法和沈傲相比。顾总，你选的人已经输了。按照刚才我们比试前的赌约，那1亿现金什么时候给我？愿赌服输，1个亿而已。我们顾氏集团还……等等，谁说我们输了？我爸的原石还没有切呢。就你们那块破石头，能出什么好货？那是你们不识货。爸，你去切给他们看看。一块废品还能胜过我这2块上等翡翠不成？穷鬼还想翻身，真是做梦！苏海，顾氏集团请你做投资顾问，简直是贻笑大方。小姐，这样下去实在太影响集团的声誉了。小妈，放心，我老爸包赢的。人是我挑的，要相信就相信到最后。怎么了，苏海？今天早上不是挺厉害的吗？不是在股市上大杀四方吗？
怎么这时候怂了？上去解释啊！你就这么看不得我和陈真好？苏海啊，我告诉你，人的命天注定，你这辈子注定就是一个穷酸货，就算一时走运，也迟早会被打回原形。从离婚的那一刻起，你和我就注定是两个世界的人了。要是搁在平时，我都懒得看你一眼，可是现在，我必须亲手将你踩进万丈深渊。毕竟要是让你发财了，那别人岂不是会笑话我鼠目寸光？所以，你必须一辈子给我待在泥潭里！你，高婷婷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没事，小妈，他们现在嘚瑟的越狠，一会儿打眼越疼。老爸，别怕，去开给他们看看，让他们亲眼看看你是怎么发财的。发财？就算他有这个心，也没有这个命啊！我可是特意找人算过的，他这辈子啊没有发财的命，这个地方啊一条线也没有。你疯了啊你！没有横财命是吧？现在有了。给我解！装模作样。今夜过后，顾氏集团将颜面尽失，再无威信可言。还有他们父子俩都要得再回到泥潭里。这光是……这是帝王祖母绿才有的绝世种水，这块石头竟然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帝王祖母绿翡翠原石！什么？不可能！你再好好看看！千真万确，百年难得一见的帝王祖母绿再次现世了。这品相，这大小，起码价值10个亿呀！什么？10个亿？一块我都看不出品相的原石，苏海他竟然……小姐，金融峰会现场开出帝王祖母绿这一消息，一旦传出去，我们集团的声誉一定可以峰回路转，甚至再上一个台阶啊！果然，我就知道苏海绝对不是一般人。沈傲，愿赌服输，1个亿，拿来吧。真是帝王祖母绿，如假包换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一睹这般珍品的光彩。顾小姐请来的新顾问眼界非凡，顾氏集团算是有救了。沈傲，你输了，1个亿，拿来吧。这苏海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眼光？一定是哪里搞错了，一定是哪里搞错了！哼，我爸的眼光可不会错，不然怎么甩掉你，找到一个这么好的新妈妈？苏先生，依照约定，这帝王祖母绿将归你所有。这样不好吧？当然不好，因为这极品翡翠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拿走。赵公子，赵氏集团的赵公子，他可是富可敌国、权势滔天的人物啊！他看上的就从来没有得不到的。对呀，我听说顾雪曼就是因为拒绝做他的未婚妻，才导致顾氏集团被暗地里打压，险些破产。赵公子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这正打算在赌石大会上挑个像样点的礼物送去给您呢。赵天明，你来干什么？金融峰会上出现了百年一遇的极品帝王祖母绿翡翠，我来当然是要将它带走。顺便通知你一声，如果今晚你再不主动爬到我的床上，顾氏集团就没必要存在了。
你说带走就带走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开采出这4块原石的采石场已经被我赵家收购，我现在将原石拿回来，理所应当。哼，岂有此理！赵天明，4块原石可是拍卖场签了合同买来的，谁拍下就该归谁所有。哦，合同，现在合同没了。你。石头呢？赵公子，在他那儿，就是那个草包侥幸开出了祖母绿。苏海，你还不乖乖送来？难道是想与赵公子为敌吗？苏海，别给他，这东西已经是你的了。苏海，别怪我没警告你，一旦得罪赵公子，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怎么，你还想让我自己去取吗？啊？那倒不用，这翡翠自然由我爸亲自来送了。算你识相，早就说了，你们父子没有横财命，何必挣扎，自取其辱呢？小妈，我爸刚才跟我说了，要把翡翠当定情信物送给你。小杂种，你在找死！小杂种，你在找死！我说，这是我爸送给我小妈的定情信物。这价值10个亿的翡翠，你真打算送给我？送给妈妈的话，无论多少钱，爸爸眼都不会眨一下的，对吧？是。顾雪曼，你拒绝我，就是为了和这个废物勾搭到一块儿。赵天明，你放尊重点。苏海不是废物，他比你强1000倍、10000倍。去的，比老子强！老子踩死他们，比踩死一只蚂蚁还简单。赵天明，这里容不得你胡来。顾总，要不还是把这翡翠交给他，息事宁人吧。不，苏海，既然这翡翠是你的心意，我就绝不会把它交给别人，哪怕拼个你死我活，我也绝不退让。好，顾雪曼，你一而再再而三不识抬举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过股东大会那一关。我们走。妈妈真厉害！是你爸爸厉害，能开出这么好的翡翠。苏海，你们现在打算去哪儿？要不要我送你们？不麻烦顾总了，我自己带晨晨回家就好。哎，我这老爸也太直男了吧！妈妈，晨晨怕坏人，晨晨和爸爸能不能去你家住一晚啊？晨晨，不要乱说。好啊。哇，怎样？这里晨晨还喜欢吗？哇，这就是妈妈的别墅吗？好喜欢！可是妈妈你不在家，这灯怎么都亮着呀？因为妈妈有幽闭恐惧症，不敢一个人待在黑的地方，想回来的时候也是亮堂堂的。原来如此，那为了妈妈不害怕，以后我要和爸爸永远跟妈妈住一起。老爸，为了你的终身幸福，我可是尽力了，卖萌耍宝全都用上了。不行，晨晨，我们怎么能一直麻烦顾总呢？哎，老爸，你可真是榆木脑袋。那我先去看看我的房间。哎，这孩子，我上去洗澡，你们看会儿电视。嘿嘿，找到了。爸，儿子只能帮你到这了。顾总，你没事吧？没有。因为妈妈有幽闭恐惧症，不敢一个人待在黑的地方。
按错了。爹，你没事吧？小妈，我爸该不会被你打傻了吧？啊，苏海，没事没事，这不算什么。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去睡觉了。哦呦，难搞哦！小妈，你醒了，快来吃饭，我爸做饭可好吃了。是吗？没想到你做饭也这么厉害，真不敢想象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。顾总，不好了！浩瀚集团的肖总突然拒绝了我们的合作，还把我们2个亿的订单给退了。什么？就差一个签字的事儿，肖万通怎么会忽然变卦？浩瀚集团肖万忠倒是忘了，这老家伙现在还是那个横贯3省的巨无霸啊！早知道还费这么大劲儿送老爸嫁入豪门干什么？用肖家传家宝换几10个亿，不就财富自由了？是赵天明搞的鬼，他用低于市场1半的价格和我们恶性竞争，顾总怎么办？你在公司等我，公司那边有点情况，你们也听到了，我出去一趟，有什么再联系我。爸，你要干嘛？我去给赵天明道歉，这事是他搞的鬼，一定是因为赌石的事情记恨在心。你给他道歉，我看啊只会被打一顿扔出来，那怎么办？你想帮妈妈的忙的话，我有办法。你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办法？你真有办法？晨晨，这是哪儿？我们来这干嘛？当然是来解决小妈遇到的困难啊！啊，这是哪儿啊？这里有东西能帮顾总吗？跟着来就是了。爸，你蹲下来，帮我垫个脚。晨晨，你做什么？你这是私闯民宅啊！你还想不想帮小妈忙了？快上来！晨晨，你到底要找什么东西？凤翅鎏金汤，萧家的传家宝。萧家？什么？萧家传家宝？对呀，就是那个把小妈公司订单退了浩瀚集团的萧总萧万忠。怎么样，刺激吧？刺激，太刺激了！浩瀚集团可是京海的巨无霸，横贯3省。萧万忠更是以心狠手辣著称，白手起家，黑白通吃，他的名声可只小儿夜啼。你小时候，我以前还用他吓唬过你呢。孩子，真是要被你害死了！快走，一会儿被发现，恐怕是要被打死啊！来都来了，就这么走，岂不是太没礼貌了？两位，爷爷，就是他们！管家从监控里看到他们翻墙进来。一个大毛贼，一个小毛贼，真是上阵父子兵。您误会了。误会？人赃俱获，有什么好误会的？听说你们是奔着我萧家的传家宝凤翅鎏金华来的？对呀。不是，你小子别说话了，我们就是走错了。走错了？我萧家的东西，你们也敢碰？没有，萧总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就是走错了地方，马上就走，以后绝不会再踏进萧家下一步。站住！这么烂的借口，也亏你们想得出。如果是走错，那你们又怎会知道这是萧家的宅子？爷爷，我看这2人分明是早有谋划，不能就这么轻易放他们走掉，叫执法队来处理吧。执法队？哼，打我萧家的主意，去，把他们的手脚给我打断，然后扔到江里去喂鱼。是。
小姐，怎么样？我让你请肖总来公司面谈的事情。不行，从刚刚开始就一直联系不上肖总。什么？联系不上？是啊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在忙别的事情。去，把他们给我狠狠教训一顿，然后扔出去。肖总，都是我的错，不应该带娃乱闯进来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有什么事冲我一个人来，放过孩子。哼，倒还有些硬气，但你们两个谁都别想全身而退，别留手，狠狠给他们点教训。完了，真完了！晨晨，你这次可是真坑爹了啊！慌什么？他不敢把我们怎么样的。闭嘴吧！咱爷俩能不能活着出去都是个问题了。一会儿爹拦住他们，你能跑多远就跑多远。咱爷俩至少得有一个活着逃去，听见没有？逃？你们谁也逃不了！给我趴下吧！萧万忠，你难道想让你萧家祖传的凤翅鎏金毯传承断绝吗？我的儿啊，这时候你还激他做什么？嫌咱父子俩下场不够惨吗？什么狗屁传承，听都没听说过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动手！慢着！你知道凤翅鎏金塔的事情？我不光知道凤翅鎏金塔，还知道你萧家的传承已经断了，让祖宗蒙羞接近1000年之久。爷爷，难不成他说的传承是真的？不错，这是我萧家最核心的秘密，只有历代族长在继任前方才知晓。你一个小孩子是从哪儿知道的？你到底是谁？那你别管，你就说，你还想不想找到凤翅鎏金塔的传承枪法？你知道？传承就藏在……爷爷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就一小孩。为了萧家，就算只有1%的可能，我都不能放过。说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今天的事儿，我便既往不咎。不行，想让我说出来，那可是有条件的。哼，小小年纪，气魄不小。你说什么条件？我要你出面帮我办一件事情，成功之后，我就帮你解开凤翅鎏金塔的秘密。儿啊，你别乱来。萧总什么身份？你竟然想让他出面帮你？好，一言为定。不过，我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若是胆敢骗我，我要是骗你，就随你处置。规矩我懂。儿啊，咱犯不着玩这么大吧？放心吧，包赢的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怎样？联系上萧总没有？没有。妈，是我，老爸已经找到办法帮你了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小姐，难不成姑爷真有办法？虽然我很想让奇迹再次发生，但我知道这有点不切实际。我相信再给苏海10年时间，萧万忠在他面前就是只微不足道的蚂蚁。但现在他真的没有压服这只巨鳄的本钱。我们走吧。去哪儿？董事会，有些事情躲是躲不掉的。顾总，萧总把公司的订单都给取消了，现在的情况可是火烧眉毛呀！我知道，我正在想办法解决。想办法？顾总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亲自去找赵天明，和他道歉服软，他保准就不会再为难顾氏集团。对呀，我们可都听说了，上次金融峰会上是你驳了赵公子的面子，才让他对我们展开商业报复。顾总，你要为大局着想啊！现在只要你抛弃你那不知从哪冒出来的老公，重修顾赵两家的婚约，就可以。荒唐！你们把我顾雪们当什么人了？从来就没有什么顾赵两家的婚事，
都是他赵天明的痴心妄想。我痴心妄想？顾雪妈，你还真是看不清局势啊！赵天明，赵天明，这是我顾氏集团的地方，你竟敢擅闯！擅闯？现在你们最需要见到的人，不就是我吗？我愿意大驾光临，你们就应该感激才对。没错，没错，赵公子先请坐。巧了，我们正说要请赵公子你来好好谈一谈呢。你们，顾雪蛮，你这个总经理看来真不好做啊，连自己人都管不住。赵天明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当然是要你当众下跪道歉。赵公子，你太过分了！我家小姐的身份凭什么给你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顾雪漫，现在这笔订单一旦落到我的手里，你们赵氏集团的现金流立马就出问题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就等着浩瀚集团这笔订单缓一口气。可没想到，竟然成了压垮你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吧！赵天明，你欺人太甚！顾总，别再意气用事了，为了公司着想，你就求求赵公子吧。是啊，总不能因为你的私人问题让整个顾氏集团破产吧？说曹操，曹操到。顾雪漫，你猜猜看，肖总找我是什么事儿呢？喂，肖总。赵天明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当然是要你当众下跪道歉。小姐，我们怎么都联系不上肖总，肖总居然主动找赵天明。顾雪漫，肖总找我一定是要找我签字，这下你们顾氏集团算是彻底完了。喂，肖总。喂，赵天明，你在哪儿？关于那笔订单的事情，我要再找你谈谈。谈，当然要谈。我现在正在顾氏集团，马上回公司。什么？你在顾氏集团？对对。也好，你在那儿和顾氏集团的人等我，我马上就到。好，我等。听到了吧，顾雪漫，肖总要亲自来找我签字，然后正式宣布放弃和你们合作。顾总，等肖总一到，这订单的事儿恐怕就要成板上钉钉了。顾总，你跟赵总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再求求赵总，哪怕是能分我们1/3的订单量，也能让公司缓一口气呀。我倒是不介意分你们顾氏集团一口剩饭，只是要看顾总跟我认错的态度了。不可能，我绝不会向你赵家低头。既然如此，你们顾氏集团就只剩一个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让顾雪漫引咎辞职，换个人坐他的位置。没错，这也不愿，那也不愿。依我看，顾总还是引咎辞职吧，别拉着公司一起下水。不行，顾老爷子是不会同意的。难道顾老爷子会看着顾氏集团破产吗？顾老爷子让他孙女顾总暂代总经理的职位，本就是为了试试他的本事。现在公司出了问题，顾总就应该知难而退。现在就召集股东，开启线上会议，投票表决，超过半数就请顾总引咎辞职。抱歉了，顾总。若是顾老爷子在这儿，也会理解我们这一决定的。小姐，不用你们投票表决了，
我现在就可以辞去总经理的职务。赵天明，我顾家自有顾家的骨气，别以为凭你那些卑劣的手段就可以要挟我。顾雪曼，你一旦离开了顾氏集团，无权无势，我想要拿捏你，有的是办法。小姐，别冲动，一定还有其他办法。其他办法？现在让他引咎辞职就是最好的办法，否则顾氏集团就将彻底没救。有救！顾氏集团还有救！苏海，你怎么来了？原来是顾雪曼的废物老公，就凭你也想救顾氏集团？不是我，算你还有自知之明，就凭你也有资格掺和我和顾氏集团之间的事，简直是找死！不行，不知道老头子我有没有这个资格？肖总，您来了。顾雪曼，这下你死心了。该死心的是你，肖总是我和我爸请来的。什么？赵天明，他没得说错，我爸是被他们请来的，而不是为了你。肖总，肖小姐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已经决定把订单重新交还顾氏集团，而且还会追加2倍的货量。什么？2倍的货量？这不仅仅是让顾氏集团缓一口气啊，简直是雪中送炭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的货物可是仅需市场1半的价格啊！肖总，您再考虑考虑，顾氏集团他们凭什么和我比？你不必多说了，这件事儿我已经答应了苏海和苏晨。什么？您拒绝我是为了他们父子？这怎么可能？肖总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我肖万忠亲口答应的事，绝不食言。没想到我顾氏集团的新古爷竟有这般本事。是啊，原来是真人不露相。苏海，没想到你竟然能请来肖总。这个事情我也没想到。那肖总，那现在可以签字了吗？是啊，事不宜迟。不急，签字之前，苏海和苏晨要先履行约定。什么约定？约定？这是萧家的传世神兵凤翅鎏金堂。传说萧家之所以如此权势滔天，叱咤商场，就是因为有这家传的神兵所佑。没错，可惜的是，与其相辅相成的枪法凤舞9天早已没落失传，所以这杆金枪也俨然成了摆设，是萧家后人的一大憾事。我听说萧总您曾放话全国，如果有人能帮寻回凤舞9天，就能答应其一个愿望。难道苏海和萧总做的约定和这凤翅鎏金堂有关？没错，我爷爷愿意和你顾氏集团做交易，正是因为苏海说他能找到凤舞9天。若苏海帮我寻到凤舞9天这一枪法，那我萧万忠也算不枉身为萧家家主，告慰先祖。哈哈哈哈！萧总，就凭这2个乡巴佬还能知道凤舞9天的下落，您一定是被骗了。苏海，你这不是乱来吗？凤舞9天早已失传100年，你怎么可能找得到？就算你为我担心，可如果欺骗萧总，惹怒了他，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！不是我，他要是骗我，整个京海谁也保不下他。好了，苏海，这凤翅鎏金堂是你儿子苏晨要求带来的，现在可以说出凤舞9天的下落了吧？什么？这不是找死吗？什么？这不是找死吗？爸，你还不信儿子我吗？信不过。那你现在还有其他办法吗？你老实说，你是从哪儿知道凤舞9天的枪法藏在那里？我梦到的。完了，真完了。苏海，你和你儿子嘟嘟囔囔什么呢？不会是根本不知道凤舞9天在哪儿吧？你要是敢骗萧总，那遭殃的除了你们父子，顾氏集团也逃脱不了干系。
谁说我不知道在哪儿？那你快说。不是枪法吗？他拿关刀做什么？该不会是要现场耍大刀，然后说是萧家枪法吧？苏海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儿啊，好好看着，老爸这下会很帅。你敢！苏海，说吧，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苏海，这可是我萧家传世1000年的宝物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苏海竟然把凤翅流金躺折断了！顾雪曼，这就是你选的男人啊！得罪了萧总，毁了凤翅流金堂，我倒要看看顾氏团怎么活！苏海，你和你儿子今天别想安然无恙的走出这里！喊啥喊啊！萧老头，你再仔细看看你们那杆凤翅流金堂。晨晨，别说了，你爸做的事太过分了，妈妈只能尽量保住你，保不下他。哼，还想保人？大的小的，恐怕你一个都保不下。顾雪曼，你这废物老公得罪萧总，连你们顾氏集团也自身难保了。这苏海做的事可别牵连到顾氏集团啊！事到如今，把他们父子俩先带走再说。住手！这是我萧家的凤舞9天。什么？爷爷，这真是凤舞9天？没错，不会有假。怪不得我萧家曾经寻遍全国都无法找到凤舞9天，原来竟藏在这凤翅流金堂的枪杆里面。破而后立，这大概就是萧家要传承的精神吧。破而后立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恭喜老爷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上一世，萧万忠寻找凤舞9天一直无果，直到暮年，悲愤交加下，用力折了这凤翅流金堂的枪杆，才发现真相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之后，萧万忠因激动过度，当场离世，却也含笑九泉，了却一桩心愿，算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。苏海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找到了就好。这苏海原来是真人不露相，萧家10几代人苦寻无果的独门枪法，竟被他轻易就找到了。不对，这有问题。像他们这样的乡巴佬，怎么会知道这种的秘密？他们一定是早就对萧家图谋不轨了，说不定早就对凤翅流金堂做了什么手脚。够了，赵天明，你屡屡落井下石，出言不逊，究竟闹够没有？赵公子，这凤翅流金堂一直被我家族长辈派人严加看管，根本不可能被做过什么手脚。没错，赵天明，你少在这栽赃陷害，你闹的事儿已经够多了，现在请你立刻出去。好啊，你们！好，算老子倒霉，这笔订单不要就不要了。苏海，老子跟你没完，走！顾总，你这老公找的真是好呀。萧总，您说笑了。若不是被顾总先看上了，我还真想把苏先生和我的宁儿凑成一对。毕竟苏先生一看就是有本事的人。爷爷，你说什么呢？萧总，这玩笑可不能乱开。对了，过几天是顾老爷子的70大寿，届时我一定带着礼物登门祝贺，也向顾老爷子夸夸他捡到的这个宝贝孙女婿，帮我了却萧家10几代人的遗憾啊！什么？顾老爷子的70大寿？萧总，您放心，苏海既然是我老公，那我爷爷的寿宴，苏海一定参加。老爸要去见家长喽！晨晨，别胡闹。他说的也没错。顾总，曼，既然要参加寿宴，也不知道老爷子喜欢什么样的礼物。我想想，
我爷爷最喜欢一些老玩意儿，你要是有时间，去挑些有历史感的东西就行。有历史感。我知道。古玩街，好儿子，你可真聪明。哼，那当然。不过这古玩行呀，水可深了，咱们要看仔细了，挑点能上得了台面的东西。老爸，你就放心吧，你儿子我上辈子可是从这里发家的，况且还是当时金海唯一的特级古玩鉴定师呢。就是这儿，爸，进这儿瞧瞧。行。苏海，他怎么在这儿？难道他也懂鉴宝？哟，这不是苏海吗？苏海，你一个土鳖也懂古玩？哼！沈傲、高婷婷，你们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苏海，你来这儿干嘛？可别告诉我你也是来买古玩的。是又怎样？竟然还真是！你几斤几两，我还不知道吗？自不量力！苏海，他怎么在这儿？那女人就是苏海的前妻。唉，我爸以前眼光是不怎么好，不然怎么会选到你呢？现在浪子回头，悬崖勒马，迷途知返，才把你给甩了。你这臭小子，说什么呢？哼！几位挑点什么？先随便看看。不知道先生可有鉴定师的资质卡？本店是全国连锁的老字号古董店，若是有卡，可有享受诸多优惠和特权。什么资质卡？我把这茬给忘了。就是这个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张卡可是只有被大公司看上的精英人才，才被授予鉴定师称号之后才有资格拥有。像你们这种低贱出身的底层人，能亲眼见到一次，已经算是荣幸至极了。没错，苏海，像你这种没本事的人就不该来这儿，还不带着你儿子滚出去！少在这儿丢人现眼。来者都是客，两位息怒，本店是做生意的，和气迎财，和气生财。爸，别理他们，我们挑自己的。苏海，你可别挑了半天，挑出个残次品出来。苏海虽然是个土包子，但至少能挑出个仿制品吧？也不知道苏海会选出什么古董。咦，苏海，现在知道了吧？古董这行水深，不是谁都能玩的。可不是吗？特别是他这种土包子出身，能看懂什么好货？爸，我们要这个吧。红泥茶壶。我听说顾爷爷喜爱饮茶，我们送个茶壶，再合适不过。你咋知道的？小妈给我说的。我没看错的话，这好像就是个普通的茶壶吧？哟，这是挑好了？我倒是要看看，以苏海的水平，能挑到什么货色。苏海，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这种破茶壶你也看得上，真是没见过好东西。这种茶壶，怕是连垃圾堆里都找不出第二个。苏先生，这茶壶确实普通，我放在店里就是个摆设，本来都准备扔了。您要是真想要，我就低价卖给您吧，50块，怎么样？苏海，你这眼光真是绝了，买个破烂还当宝贝。算了，大不了留着自己用。确实送这种东西给顾老爷子不合适。老板，能往这茶壶里倒点热水吗？小朋友，你是渴了吗？我看到这茶壶底部有裂纹，倒热水可能会裂开，想试试。挑了半天，居然还是个破烂玩意儿！臭小子，这茶壶有裂痕，你不早说？你也没问啊！真是被你这败家小子给坑了。孩子，真要倒水？
果然裂开了。苏海，你这50块打水漂了。苏海，你这眼光真是独到，买个破烂儿还当场报废，真是笑死人了。不对，这茶壶有问题，这是玉壶。这玉壶的雕工精致，壶底竟然还有乾隆御制的款迹。不可能，这破茶壶里怎么会有玉壶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知道了，我爸给我讲过这种故事，说是这种朝廷御用的茶壶流落民间，在战乱的时候让外面包裹红泥，是为了掩人耳目，以免被人抢夺。我什么时候讲过这种故事啊？原来如此，苏先生真是博闻玄识，见多识广。我真是有眼无珠，这玉壶的价值，少说也得几千万。等等，吕老板，我记得鉴定师的资质卡特权之一，就是能比没资质的人优先选购华品堂的古董吧？这是没错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这玉壶我要了。什么？我靠，居然忘了这茬了。沈公子，这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妥？鉴定师本来就享有优先权，不是吗？沈傲，你别欺人太甚。这茶壶明明你们刚刚还瞧不起，现在却要明抢。就算是和你抢又怎样？苏海，要怪只怪你没有这鉴定师资质，早点识相，带着你的孩子滚出，不就没这事儿了？可恶，你们太过分了！苏先生，对不住了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但这鉴定师资质卡确实是有明文规定的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苏海，不管你是运气好还是真凭本事看上的这玉壶，但你没有资质卡，玉壶就是我的了。谁说苏海没有资质卡？这就是苏海的资质卡。萧宁，他居然在这儿，真是雪中送炭。什么？他怎么会有资质卡？这是萧家鉴定师专有的资质卡。没错，看好了，就他们还不配和苏海抢古董。什么？这居然还是特级鉴定师的资质卡？特级？不可能！特级鉴定师，放眼全国都不超过10个人，苏海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资质？一定假的，假的！你再好好看看。我萧家也是你能质疑啊？萧家，抱歉两位，这特级鉴定师资质卡的确货真价实，所以不好意思了。这玉壶还是要物归原主。好耶！原来爸爸的资质卡在萧家的漂亮阿姨手里。你这小子嘴巴原来这么甜。萧小姐，你这样帮我，实在是感激不尽啊。苏海，你这哪里话？明明是你先帮了我萧家，我们萧家知恩图报，当然也要帮你，这就是我萧家对待朋友的态度。本店能有古玩被萧家的特级鉴定师看上，传出去也是一桩美谈呐。老板，您说笑了。胡扯！谁说萧家还有特级鉴定师？这是何家的大少爷。何家大少爷，那是谁？很有名吗？嘘，这可是跟萧家齐名的大家族，南萧北河。
在古玩界甚至于投资行业中占据了差不多半边江山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前世好像是有过这么一个家族集团，但这个集团在我10岁那年就已经被上面出手给整治了。据说罪名是因为他们董事长的儿子勾结外资危害国家，原来说的就是他。萧宁，我听下人来报你来这古玩街，我猜想是不是来给萧家物色鉴定师的人选，于是特意跟来看看。毕竟你萧家的特级鉴定师早就被我挖走了。何光鼎，你跟踪我！跟踪又如何？只是我没想到，你竟然病急乱投医，在这种破地方随便就找了一个人凑数，来做你们萧家的特级鉴定师啊，真是丢人。怪不得啊，萧宁，你们萧家连自己的家传宝物凤舞9天都一直找不到，原来是因为这么没眼光。何光鼎，你还真是孤陋寡闻。你说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吗？漂亮姐姐的家传宝物已经被我爸爸找到了，所以漂亮阿姨才把这特级鉴定师的资质给了我爸爸。什么？没错，苏海可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。放屁！就凭他？你不服？不服的话，就跟我爸比试一场。晨晨，虽然老爸知道你有点不凡，但是你也不用事事都这么坑爹吧？我哪懂什么鉴定啊？好啊，既然你们这般自命不凡，那不如就在这儿比比。算了吧，我这人不轻易出手，而且这有什么好比的，都是些样子货。听到了吗？我爸说他不屑和你在这小打小闹，这里的东西都不配让他出手。你小子可别说了。苏海，你也太猖狂了，这可是古玩界2大世家之一何家的大少爷，少在那摆谱。怕不是心虚了吧？根本不敢比试，才在那儿装腔作势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加个赌注。你不是萧家的特级鉴定师吗？那我们便分别代表萧何2家，谁要是输了，就把这华品堂全买下来，送于对方。什么？把这买下来？苏海，今天何光鼎看来是故意来找我萧家的麻烦。这场比赛，要是我们推掉，必定被他传出去当做笑话。可我不一定比得过他呀。没事儿，不试试怎么知道？而且，我相信爸，漂亮阿姨那么信任你，你可不要辜负她哦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比？就比谁能在这殿的大堂中找出最值钱的画作，如何？好，一言为定。苏海，别担心，就算是输也不丢人，对方毕竟是何家的少爷。放心吧，漂亮阿姨，我爸是不会输的。爸，喝水，咱不急，一幅画慢慢看。这幅山水画，构图严谨，笔墨精妙，必定价值不菲。何少爷真是好眼光，这幅画是明代大师的真物，是本店的镇店之宝啊，价格在1000万左右。1000万？哈哈哈哈哈！镇店之宝，那岂不是说何公子赢定了？何少爷的眼光可真是又快又准，不像某些自不量力的人，看了半天呢，也无从下手。急什么？又不是比谁快，我爸还没选好呢。糟了，剩下的画作一眼看过去都是200万以下或者赝品，苏海没有胜算了。哼，无知！无论你爸选哪幅画，都已经注定赢不了何少爷。糟了，
哎，剩下的画作就先让他一眼选，看过去都是至少让我们200万以下看看或者赝品，这萧家的特级鉴定师到底是个什么水平。无论你爸选哪幅画，这可都已经注定赢不了何。就是他。爸，你是不是看上这幅画了？小心！我的画。苏海，你还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！刚挑上的画就给毁了，你来搞笑的吗？完了完了，这下闯大祸了！急什么呀，老爸？比试还没完呢。就是你这瓜娃子，净给你爸我添乱。苏先生，你选的画都湿了，这还怎么比呀？萧宁，你找的这特级鉴定师真是不靠谱啊！不会是因为你萧家输不起，故意让他这么做的吧？何光鼎，你少胡说八道！苏海和我们萧家才不屑于用这种手段。既然如此，那现在可是算我赢了。毕竟这画被苏海毁了，已经是分文不值。哼哼。我早说了，苏海根本就没什么本事，还特级鉴定师，简直就是个笑话。胜负已分，看来这家店铺以后就是何公子的了。恭喜！不对，不对，这画可是无价之宝啊！这画可是无价之宝啊！你说什么？老板，你没搞错吧？这画都毁了，能是什么无价之宝啊？就是，老板，你再心疼你店里的东西，也不能乱说吧？哎呀，是我们的目光，不是，是我目光短浅了。这可是一幅水拓画作啊！什么？水拓画作？苏先生真是慧眼识宝啊！水拓画作那是什么？这你们不懂了吧？真是没见识！水拓画作就是一种技艺极高超的绘画手法。没错，水拓画作表面上和一般作品没有什么不同，但在画的内层却是事先用了特殊工艺作画。当遇到水溶之后，才会呈现真正的样貌，世间少有人知。这难道是唐代画圣的真仪？没错。是了，据说他一生都热衷水墨画作，只为后世有缘人能够发现。没想到这样的珍品竟然能被苏海发现！哇，我爸可真厉害！运气，就是运气好。运气是强者的谦词。苏海，这场比试是你赢了。苏海，这场比试是你赢了。何光鼎，刚才那么嚣张，现在胜负已分，你不会输不起吧？愿赌服输，算老子倒霉。算吧，买下华品堂需要多少钱？何少爷，你稍等，店里的古玩数量太多，点清物件需要些时间。算好了再来找我。苏海，你别得意，得罪了何家，以后你在古玩界寸步难行。寸步难行，以后在古玩界，苏海就是我萧家的牌面。你到底耍的什么花招？你以前明明就是个没本事的窝囊废。怎么，你后悔了？当初要离开我爸不是挺坚决的吗？现在看到我爸有美女老婆，还被漂亮姐姐垂青，是不是气死了？苏海，谢谢你刚刚替我萧家争了口气。不用谢，我只是想来挑个礼物，没想到遇上这样的事。对了，我爷爷最喜欢欣赏名家的画作，这幅画圣真迹可不可以借我拿回去，让他老人家一睹风采？没问题，萧总想看多久
就看多久。苏海有本事，有礼貌，还谦虚，却让顾家小姐捷足先登，真是可惜了。不过我听说他们似乎只是行为。明天就是顾老爷子的寿辰了，苏海，现在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的男人我自己接。小妈，晨晨，曼曼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接我老公回家，免得被人给拐跑了。我没看错吧？萧家和顾家的两大美女，竟然被苏先生左拥右抱。我一定会给老爸找一个比你好、比你强，还漂亮无数倍的女人。萧小姐，你挽着我老公不松手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今天苏海帮了我的忙，我想送他一程，顺便吃个夜宵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麻烦萧小姐了，我既然来了，自然会亲自接我老公回家。香兄，你今天突然到访，我真是来不及备什么好菜呀。小老弟，你太客气了。香兄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京海？我听闻京海出了一位天才，先是在股市投资大赚一笔，又在金融峰会上赌石开出了帝王祖母绿。我呢就想来看看。什么？京海居然还有这种隐士高人？没错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向来求贤若渴。你那是伯乐相马，为国家挖掘人才。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，你旗下的现在已经归属国字号了。你本人又是金融投资界的1号人物，能被你看上的人啊，必会青云直上，飞黄腾达呀！来，这杯祝相兄尽快找到此人。好。爷爷，怎么了？冒冒失失的，来，跟你向伯父打个招呼。见过向伯父。好久不见，宁儿都长这么大了。这画是？这是我从古玩街带回来的画圣真迹。什么画圣真迹？确实是画圣真迹。萧兄，宁儿能找到此画，真是给你长脸了。来，快把这幅画裱起来，挂在客厅。爸，不行，这画是苏海找到的，我只是借来看看。明天参加顾老爷子的寿宴，还要还给苏海呢。哦，可惜。什么？苏海？你说这画也是苏海找到的？来茶。好了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就准备用餐吧。爸，今天桌上多了2张生面孔，是不是让小雪和盼盼介绍一下？哦，对，瞧我这记性，今天我的2个孙女啊，都带着孙女婿来了，可谓喜上加喜。老头子我啊，很开心。见过顾老爷子，我叫苏海。哟，这就是姐夫呀？那他身边坐的小朋友是？是我儿子苏晨。小雪，你怎么找的老公还是离异带娃的呀？是没有更好的挑了吗？怎么说话呢？小雪的老公那肯定是精挑细选、非富即贵，不然怎么配得上我们顾家？爷爷，苏海虽然出身平平，但却是金融投资界难得的天才，人品也好，我很喜欢他。曼曼他过奖了。肯定是过奖了。我听说姐夫在我们顾氏集团任职投资顾问，不会是找不到工作让姐姐走的后门吧？你没事，自家人吃饭，别动气。对了，今天是你们爷爷的70大寿，我听说有人特意准备了礼物，没错吧？我听说有人特意准备了礼物，没错吧？没错。
我今天来特意先准备了一份礼。哎呀，这孩子来都来了，还带礼物。顾爷爷，这是我专门托人空运过来的法国知名品牌酒业。还是我家路人用心，这瓶酒一看就是佳酿。顾盼盼，你忘了，爷爷是从不喝酒的。这就算是送错，那也比苏海空手而来的好。谁说我爸爸空手来的？他也准备了礼物，还是份大礼。哼，凭他能送得起什么东西？苏海，拿出来吧。哎呀，咱们不必打肿脸充胖子。要是礼物是什么地摊货或者赝品，在这种场合可是十分掉价的呀。路人虽然送错了礼，但这酒少说也是值个几千块，不是俗品。顾老爷子，这是我送给您的生日礼物——和田玉壶。和田玉壶。怎么可能？传说和田玉壶早已失传，这若是真的，少说也值几千万啊！什么？几千万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他就顾氏集团一个普通员工，怎么可能买得起？这可不是买的，这是我爸去华品堂亲自挑的。亲自挑的？没错，爷爷。所以我说苏海是很有本事的。小雪呀，你给爷爷挑的这个孙女婿确实有能耐啊。只要爷爷您喜欢他就好。哼，能有什么能耐？不就是一个吃软饭的？这礼物是不是他挑的还不一定。顾盼盼，你有完没完？我不跟你计较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？我说错了吗？他不就是靠你走后门进的顾氏集团，不像我男朋友路人靠自己的实力进了萧家的上市集团，担任客部经理。可不是嘛，能替萧家办事，那可是人中龙凤，万里挑一。你们说的萧家是萧万忠吗？当然，没想到你那么小的岁数也知道萧家的名头。因为我认识他呀，他可是我爸的朋友。昨天他女儿还想送我爸爸回家呢。你说什么？荒唐！萧万忠是什么辈分？怎么会跟你爸是朋友？小孩子嘛，吹吹牛很正常。信口开河，胡说八道，肯定是他爸爸没有教好。晨晨没有胡说，爷爷，萧万忠不仅和我们重新合作，还把订单量提到了之前的2倍，这都归功于苏海的功劳。不可能！爷爷，一定是姐姐在替他们圆谎。苏海就我们顾家养的一条狗，根本没有这么大的本事。顾盼盼，你说话放干净点。哼，我说实话，你生气了？萧万忠和顾氏集团合作，也一定是在爷爷的面子上，怎么可能是因为他？我查过他，他就是一臭屌丝。你，哎呦，你们这俩孩子怎么闹成这样？顾雪曼，你敢扑我！你自找的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你反倒屡屡蹬鼻子上脸。路人，你现在就打电话给你老板萧总，看看萧总到底认不认识他们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要吹牛吹到几时。这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今天不找萧万忠问清楚，这事没完。是谁要找我？刚才我好像听到有人提到我的名字。萧总，您来的正好，我们有点误会需要澄清。哦，什么误会？野人不相信您和我们顾氏集团的合作是因为苏海。哈哈，就为了这事儿啊？确实，苏海是我非常欣赏的年轻人。
只要他在顾氏集团1天，萧家就会一直与顾氏合作。萧总，您是不是被蒙蔽了？苏海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本事？顾小姐，我萧万忠看人从不走眼，苏海的价值不是你能质疑的。盼盼他还小，不懂事。今天是老夫的寿宴，来，快坐下，我们好好聊聊。顾老客气了，像你有苏海这样的孙女婿，我可是好生羡慕啊。我们两家能不能保持合作，苏海可是关键。好好干，我看好你。谢谢萧老。没想顾小姐的老公这么厉害，连萧总都看中他。您这脸无碍。萧总，我以水代酒，祝我们两家和谐兴旺。好。萧总，不知这位是？是他？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对了，我正要介绍你。哟，看来顾家和萧家的人都在。赵天明，哟，看来顾家和萧家的人都在。赵天明，顾老爷子，寿宴这么热闹，怎么不请我赵天民呢？赵天民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来，当然是给顾老爷子送一份大礼。这是顾氏集团和萧家的股份转让协议，既然都在，就一桃签了吧。赵天明，你疯了吗？你疯了吗？凭什么让我们签这种协议？凭什么？就凭我赵天明现在有扶桑集团做靠山。各位，晚下了后。还真是扶桑集团的董事长田间太郎。赵天明，你以为勾结外资就能为所欲为？萧总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签了协议，大家都好过。现在谁也走不了。别怕，有我在。这赵天明有扶桑集团撑腰，就算是萧家和顾家联手也斗不过呀。是啊，要不我们还是把字签了吧？荒唐！我顾家自有我顾家的骨气，绝不会向他人低头。小兄，看来今天得请你出手了。赵天明，你勾结外人，妄图吞并顾氏集团和萧家，这是背信弃义的行为。苏海，这时候跳出来，你自讨苦吃。我爸说的没错，你就是背信弃义。你以为扶桑集团能保你？世人迟早会知道你的所作所为，迟早会知道你的所作所为。住手！苏海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你是谁？敢管我的事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你们很快就知道了。你很快就都知道了。行动吧！这怎么可能？赵天明，你以为勾结外资就能为所欲为？你太天真了。森さん、私たち扶桑グループはあなたと恨みもなく、私たちを困らせる必要はありませんか？无冤无仇，你们和赵天明勾结，企图吞并我国企业，
这就是你们的无冤无仇？哼！向先生，感谢您及时出手。苏海，你的胆识让我佩服。我这次来，正是为了找你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我也不知道。各位，我是夏国金融国企的董事长向南山。你是向南山？向南山，就是传说中金融投资界的1号人物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样的人物怎么会出现？赵天明，你的所作所为被国家掌握，今天就是你的末日。ナミヤに向かって不正グループはあなたを見逃さない。あなたは意外にもわしを捕まえることができて、私の不正グループはあなたたちの末に金融戦争を始めます。公私屈端、そして正家は全滅する。这就不需要你担心了。9天前，我顾氏听了苏海的建议，全线入手，资产已经翻了10倍，资金充足得很。我顾氏集团也绝不会放过。各位，今天的事情让大家受惊了，不过危机已经解除。向先生，多谢您出手相助。顾老客气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苏海，你的胆识和才华让我非常欣赏，我正式邀请你加入大夏金融，担任高级顾问。什么？大夏金融的高级顾问，这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啊！凭苏海的才华，这也是他应得的。爸，太好了！向先生，感谢您的信任，我一定不负所托。苏海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苏海，恭喜你。曼曼，我答应你，就算是加入了大夏金融，我也一定会让顾氏集团继续发展壮大，也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我相信你。爸，这一世我们终于要走向真正的幸福了。各位，今天是我顾华的寿宴，也是我们顾氏集团和萧家的新生，让我们为未来干杯！小孩子不许喝酒。